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0年9月初10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4篇，出埃及记第13章第17节到22节。约翰一书第3章第11节到第1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上帝的真爱。咱过去一直咧分享出埃及记的经文，牧师一再地强调，也是提醒兄弟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出埃及记的记载，特别是伫即个10个灾难的部分吼。当咱对无共款的角度来看的时阵，咱就发现上帝真正是一个有阿加佩即个大疼的上帝。伊的真疼不但是互以色列人，也互即个埃及法老王甲埃及人。就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，也是讲以色列的选民因的始祖亚伯拉罕同款。上帝互伊一摆搁一摆的机会，原谅伊一摆一摆的犯错。上落尾亚伯拉罕伊选择来回头军队耶和华上帝，成做圣经中间咱称做信心的老爸的一个人。但是埃及的法老王甲埃及人，因选择无要相信，因选择无要军队摩西所介绍即个上帝，所以因就拄着困难。遐个军队上帝以色列大军，咱讲是60万吼，会通相战的查甫人。虽然是安尼，是因一军听起来计算起来真大军的人，但是加上老人、妇人人、囡仔，约还佫有240人，佫300万人，240万甲300万即个中间，事实上因是一个乌合之众啦吼。因无受到烧战的训练，也无烧战的经验。当即群人做伙来出埃及的时阵，要安怎？遮尔大阵的人，因只有下通来倚靠迄位，听着因在嗨餐，佮找去摩西去带领因出埃及的即个上帝。即个上帝用伊的信息实践来展示伊对人的大疼痛。根据出埃及记13章第17节到22节的经文记载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伫因顺着上帝带领去前往即个应允之地的时阵，上帝爱因细路，不但细路，佮爱面对佮较大的挑战，只不过是因为因心内软弱，即个几个月会到的底路，我要行安尼说，可去过红海。可能咱会有人会想着讲，这上帝的计划足奇怪啦吼。但是上帝事实上是要来用迄个真正的疼来体谅以色列人的软弱。不但安尼，伊阁应允因要守事保守，亲像出埃及记的经文甲咱讲的，上帝日时用云条，暗时用火条来带领来保守以色列人。疼既然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，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疼，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教导以及基本的要求。约翰一书第3章，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，伊咧讲，因为恁对起头所听的话，就是咱着相听。无亲像该隐是对迄个歹的出来杀伊的小弟，什么缘故杀伊？因为伊所做的是歹，伊小弟做的是义。兄弟世间人若怨恨恁，毋通掠做奇怪。咱因为疼兄弟，也就知咱已经出死入活无疼的，是胎伫死。见若怨恨伊的兄弟的，就是胎人的人。恁也着知，见若胎人的人，伊的内面就无永活。伊替咱献伊的性命，咱对即个来捌仁爱。
咱也着应该替兄弟献性命。这个咧表达一个上帝的大疼，甲迄个基督徒信仰的基础甲要求啦吼。所有的起初的疼，就是爱转去伫源起头迄个疼，这个疼就是上帝的真爱啦吼。上帝的真爱是安怎？就是疼兄弟吼。咱袂当讲我疼上帝，无疼兄弟吼。基督徒彼此中间的疼的基础就是上帝的疼，无有其他的。无有要求回报的，这个疼，毋是迄种真爱的，毋是迄种兄弟中间的疼俩疼。咱所要爱追求的是实践迄个上帝的真疼，迄个就是超越的疼，还是一个超前的疼。亲像圣经也安尼甲咱讲，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讲，咱疼是因为上帝已经大上疼咱。也阁亲像以弗所书第3章20节所讲的，上帝照着伊的意思，伫咱的心内大力来充充足足成就一切，超过咱所想所求的吼。所以上帝是疼，是超越的，超前的，咱还未想到，已经想到啊。阁是咱要求的，已经超过咱所求的吼。所以基督徒应该爱有即种超越的上帝的真疼，伫咱的生命中间来彼此相疼，彼此相扶持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9月10号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14篇，出埃及记第13章17到22节。有这个约翰一书第3章第11节到16节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真爱。最近我们一直在分享出埃及的经文，牧师一再的提醒兄弟姊妹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读出埃及记的记载，特别是在所谓的灾难的部分。当我们从这样子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上帝真是一位阿嘎培，蛮有真爱、蛮有大爱的上帝。他的真爱不是只有给一般我们认为的以色列人而已，其实他的真爱真的也给了埃及的法老王以及埃及的人民们。正如上帝呼召以色列的选民的祖先始祖亚伯拉罕一样，上帝给他一次又一次的机会，原谅他一次一次的犯错，最后亚伯拉罕呢，他回头跟随上帝，也成了圣经当中的信心之父。然而那个法老王呢，他这个选择不相信，也不愿意跟随摩西所介绍的这个上帝，然后他就跟以色列人不一样，埃及的法老王跟埃及人就落难了。那些跟随上帝的以色列，我们说的大军60万是那些可打仗的男人。可是他们虽然是可以打仗的一群男人，可是加上老人、妇女，又加上小孩，约略有240万到300万的人口一起出来，而且他们真的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因为他们没有打仗的训练，也没有打仗的经验。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能够仰仗谁呢？他们能够仰仗的只有那一位听到他们数百年下来的哀嚎声音的，又差遣摩西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上帝。这位上帝是用他的信实践来展现他对人的大爱。根据出埃及记第13章17到22节的记载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顺着上帝的带领往应许之地前去，并且上帝要他们绕路前行。所以这个
原本可以在短短的几个月完成的一个路程，可是上帝因为担心以色列人的心理软弱，所以要他们绕路。这个一绕呢，不但是绕更远呢，还要面对更大的挑战，就是红海。这并不是说上帝的计划很奇怪，而是上帝以爱来体谅以色列人的软弱，并且更进一步应许他们要赐下保守，正如同出埃及记的经文告诉我们的，上帝白天以这个云柱晚上以这个火柱来带领他们，来保守他们。爱既然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础，那么因为上帝是爱，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教导与基本的要求。约翰一书第3章，我们的今天的经文第11节到第16节这样说道：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信息，就是要彼此相爱。我们不像这样，我们不像该隐，他属于邪恶的者，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。他为什么杀死弟弟呢？是因为他行为邪恶，而他的弟弟行为正直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要是这世界的人恨你们，你们不必惊奇。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我们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们爱弟兄姊妹，那没有爱心的仍然处在死的权势下。凡恨自己弟兄或姐妹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知道，凡杀人的就没有永恒的生命。基督为我们牺牲生命，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。那么我们也应该为弟兄姐妹牺牲生命。圣经教导我们要有起初的爱，起初的所谓的起初的那个信息，就是在讲起初的爱，就是上帝的真爱。上帝差遣耶稣基督这样的爱我们，那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基准就是上帝的爱，没有其他的，没有要求回报的，不是那种情爱的爱，也不是那种兄弟之间的爱。我们所要追求的，我们所要实践的是上帝的真爱，那是超前的，也是超越的爱。正如圣经也这样子告诉我们，在以弗所书第3章20节，他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呢，大力的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这是在以弗所书3章20节这也正是基督徒的基准，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因为我们已经先得到了上帝的真爱。同样在约翰一书的第4章第19节这样说：我们爱，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。既然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，那我们就要用这样的标准，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，彼此扶持，这才是基督徒。